起步嗰陣啊，大和主將係相當嘅名將球手渣聲擺咗前面，呢個佢慢慢咳緊埋嚟啦，見到我情可待啦。然之後跟住先至見到中間上咗嚟就3連冠，拍咗一齊仲有天鵝騎士外邊各有千秋啊。然之後跟住先見到大征兆啊，再後啲跟住就係結伴行。結伴行再之後呢，跟住就牛精福星守住內欄嘅位置，喺外邊就係勵進區啊。再後啲跟住先見到榮進特快啦，然之後勝利飛區再喺佢外邊嘅位置喎。最後先至係隨心起舞啊，然之後就係淺草田園啊嗰啲馬㗎嚇。喺晒後邊呢，就見到就係千里通啊、富士寧靜咁，距離頭馬約我係8個馬位左右㗎嚇。好啦，轉緊彎前面放頭，依然見到名將球手放出頭啊，天鵝騎士守住個第2嘅，第3位就係大和主將，然之後外邊就係我情可待啊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係大征兆，然之後就係勵進區啊，牛精福星依然喺入邊等緊位喎，喺外邊就係星運爵士，然之後先至勝利飛區喺牛精福星後邊嘅。咁啊，再後啲跟住先至見到就係隨心起舞，然之後千里通啊，再後啲先至係各有千秋啊嗰扎馬㗎啦，差唔多轉翻會入正直路啦。前面方頭名將球手放咗頭啊，我情可待上嚟追佢啦。中間其實見到天鵝騎士入邊就係3連冠，中間上咗嚟見到就係大和主將啊，牛精福星而家走咗外檔衝刺啊，係咪上緊嚟見到仲有個美妙旅程啊嗰啲馬嚟啊，前面大和主將依然領先，牛精福星3埋兩步上緊嚟，外面上嚟仲有勝利飛區嘅牛精福星啊，第一隻突咗嚟啊，勝利飛區開上嚟追佢入邊攬啊，仲係大和主將嘅牛精福星以個幾馬位之先領先，勝利飛區暫時未追到佢，中間上嚟仲有就係淺草田園嗰啲馬，牛精福星應該保咗安田錦標冇錯，牛精福星跑第第3名嘅手就係勝利飛區定係淺草田園嘅。牛精福星個地塊對佢非常之有幫助，1分32秒6嘅時間啊，表現非常出色。牛精福星勝利飛區睇下好唔好彩，睇下影唔影到個第2啦。入邊攝上嚟嘅淺草田園攝得好勁啊！哇！呢個日本馬迷嚟個好犀利啊！好啦，我哋牛精福星贏咗啦！嗱，第2名咧就好接近啦，睇下咧勝利飛區有冇機會影到啊！嚟，我哋香港大地團再一次恢復，嚟啊！好啦，嗱，我哋親眼喺呢一度東京競馬場目睹香港嘅馬匹贏馬，有咩感受咧？贏得好 easy 啊！香港 easy win！香港 easy 好犀利啊！開唔開心啊？有冇支持牛精福星啊？有，非常開心。